好，大家好，我而家喺屯門智樂。智樂呢條橋有啲講歷史啊，沿途都有歷史俾你哋參觀下。好，而家行過去外圍買餸睇下平唔平。呢度有間麻辣。依家係寵物小食。呢度有間剪頭髮，睇下啲價錢先。長者小童45蚊，單剪50蚊。手撕雞，睇下啲價錢先。全部18蚊。新鮮麵包鋪，睇下啲價錢先。蛋糕仔22蚊，合桃酥20蚊，十子餅20蚊。呢度有間阿爺燒味，睇一睇啲價錢先。燒味飯話粉麵外賣價30蚊。
有間錢大媽。萬寶商場，今日晚下次先行。今日最主要都係外圍睇下買餸平。呢度有間街寶，19個8，榴蓮19個8。元朗阿玉豆腐花，睇啲價錢先。置樂呢邊都開咗好多新鋪，呢度啲零食。包點料理，呢間都新開嘅。立一立啲生果先，芒果35蚊一份。睇下啲蔬菜，10蚊一份。呢檔平啲，20蚊一份芒果。呢檔菜心12蚊2斤。大家記得訂閱、share、留言、俾 like。呢度有間三冇樂購，149蚊。50蚊鐘。多啲嚟，多啲嚟。
10蚊一份，18蚊兩份。啲菜樣都好平。睇一睇啲花先，20蚊，20蚊一隻。角落頭呢度有間粥鋪。好，睇下啲價錢先。艇仔粥就21蚊，皮蛋瘦肉粥24蚊，都好平呢度。呢檔好平啊，10蚊一份。呢度有間食蛇，蛇王輝。睇一睇啲價錢先。呢度有間文具鋪，亦有啲公仔，睇睇。呢間種類繁多。啊，利波特100蚊。
間糕點喎，睇一睇啲價錢先。啲茶果就15蚊。係啊，媽媽，白你睇埋你揀下你咯。咁我轉頭過嚟先買。呢度以前有間粉仔嘅，好好食。唔通呢間？好，影片拍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好，拜拜。